今天介绍的这位特别来宾，哎呀，这个此人非等闲之辈。说到他的这个歌曲唱得好之外，主持节目也是相当的不错。而且呢，最近又有新唱片要和各位见面，特别来到节目中来挨一下子一下，来到节目中带来他美妙的歌声，我们欢迎李茂山先生。唱出来。大家来斗阵，恁七杯茶哦。若是心情不出的时阵，来，恁七杯茶哦。若是感觉生活无滋味，来，恁七杯茶哦。来，恁七杯茶哦，来，恁七杯茶哦，互你心凉被土开，朋友来斗阵，恁七杯茶哦，互你辛苦离乡甜，朋友来斗阵，恁七杯茶哦。朋友来斗阵，恁七杯茶哦，一块哦，大家来斗阵，恁七杯茶哦。哎呀，欢迎，哇！哎呀，学长好！哎呀，不敢当，学弟好，学弟好！哇呀，各位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跟我们龙兄虎弟的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非常的开心啊，能来到龙兄虎弟。哎呀，这有礼貌咧，就是足得人听咧，不是咧操蛋，面面俱到。大家拢可能都唔知啊，我甲费玉清啊，算讲是同校的。同校对，同是这个协和工商，算较早唔敢讲啊，今麦因为阮两个低苗都发悬了，今麦就敢讲啊，我是协和工商的哦，我是快统科，不晓得你是什么科呢？我是妇产科，我是较早汽车修护科。其实啊，我跟费玉清的交情啊，真的有10几年的交情。尤其啊，这个大家不晓得，我现在住的房子啊，就是费玉清的房子。你这人哦，有心大行你就记得调，是记得调，连厝啊要甲起码调啊，要甲感谢呢。感谢啊，我找你找足久了。哎呦，真正效应够实的哦。一间厝袂好我，一礼拜我的厝拢闭起啊呢，搁会漏水。你甲我讲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袂使安尼讲话对吧？你拄好是大地震了后对吧？你袂使怪东怪西啊对吧？是啊，人帮阮隔壁嘛咧大地震，人哪袂闭？是啊，那恁兜就会闭是安怎？是我咱讲真啊，当初袂话算讲介绍较俗，实在。所以讲朋友啊，若买厝，千万唔当买迄个俗的。你讲这什么意思？上种我的厝袂互你个算假性，带飞机的厝吼，哎，就生一个查某囝咧。所以朋友啊，若要生查某囝了，就去买飞机引导的厝，绝对包你足好生。但是讲真的，我出道啊，到现在其实费玉清啊，都是一直啊。我学习的榜样，哎呦，你这是说的是真话，真话的。因为我以前啊，这个费玉清出道算比较早。我以前刚刚学唱歌的时候，哇，那费玉清唱歌，哇，他的这个表情啊，又太了，我都特别注意。所以有一句话，现实报，哎呦，很稀薄。我今日我都来模仿你了，那很多人这样。该归去，你起码你还是继续当主持人啊！我现在就变成费玉清了。哎呦，你就把我介绍出来。我过来给你介绍呢，你不要看他凭良心的。那我讲那个，我走地北啊，你这不行。下开始，接着下来给你介绍这位，哎呀，那不是简单的人物。我们欢迎这位金钟歌王费玉清先生。等一下，这个我要讲几句话。哎呦，是，我讲，我都是爱恭维了才请。
这喂，您是有毛病是吧？啊，不是啊，这个摸不停了，这个你就不晓得啊这个小弟我这个有个雅号叫这个叫自摸歌王，这个带来我一首这个成名歌曲哈，哎呦呦，这个晚安曲哈，哎，这好劲，跟到是好，老师拜托了哈，来一个前奏好，谢谢。哎，你要唱不唱啊？你是要唱还不唱？是教的哦，是要教啊啦，不是有一个首歌送袂记的。还有老师，搁一音就好了。有那个过头咧。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送走这匆匆的一天，值得怀念的亲密珍藏，应该会忘记，我在留恋。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，迎接那崭新的明天，值得怀念的亲密珍藏。要受过的，怎么富贵哥变探戈？探戈，你都我都能够一个莫当，弄个跳我哪不得跟你讲呢？哎，其实飞青啊，他唱歌为什么？以前真的有研究过，我为什么那个脖子一定要拉那么的长，跟长颈鹿一样？因为每个人唱歌的共鸣点是不一样，因为费玉清的唱歌的共鸣点是在这个地方。对，哎，是你了解啊，你就别出尔洋相了。那这个李茂山今天来的节目中啊，真的坦白说是有任务的。其实啊，最近你们这个因为小弟我啊，这个又出了一个新唱片。哎呀，那听夜歌不是咧操蛋，松到要靠背啊！送落好，后边卖讲，迄比咧骂人去啊！太高唱了。真的哦！哎呦，今晚可以来介绍外公。来介绍你的歌，你好，我没变数哈。不是，那也是啊，够不能听起来呢。哎，不要去哎，好来听起来。喜欢人对你的歌有期待。来，我们来听李茂山带来这首歌，关麦个尾新买，新买，总有一天你会了解。哦，个喷嘴啊！啊，我讲一摆啊！新买，总有一天你会了解。我来说一个耳啊，来，新买总有一天你了解李茂山的新歌。爱是份难调明，为何你全然无惜咱的感情，放我一个漂流茫茫的人生？啊心爱的，啊心爱的，含在阮心内大声叫出你的名。希望哪会拢知？啊，我的期待，我的痴情变成不应该。啊，只有相信，只有忍耐，坚心来等待，总有一天你会。